天应该很疲惫，怎么样啊？你们辛苦吗？现在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西双版纳各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。从历史的解放前到现在的改革开放，和今天旅游业的兴旺发达，各少数民族在服饰文化上都深入民间，有自己的特点。但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在服饰。说起中国汉字当中的“美”字，其实说的就是佩戴首饰的人。然而，各类材质的首饰，我国的少数民族，特别是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，对名气打造的饰品尤为珍重和偏爱。各种奇美精巧的首饰，能够展示出自己的美丽、勤劳、聪慧和富裕，因其的广泛使用与其辟邪消灾的功能有关。一个餐具可以测试食物中有没有。西双版纳称之为蒙布拉纳西，意思是美好而又神。西双版纳境内的都自称为爱尼人，人口约为20万。爱尼人崇尚黑色，认为黑色能够免除灾难，黑色也是他们生命和民族的保护色。最隆重的节日是每年1月的嘎汤帕节。谢谢。现在向您介绍的是我州的独有民族基诺族。基诺族是我国政府1979年6月最后确认的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，这生活在景洪境内的他们来说特别重要，据说是母亲一代一代传承下来。一趟银腰带系在姑娘的腰间，更凸显他们的婀娜多姿，就像是翠竹林中的金孔雀一样优美娴雅。
姑娘手中的银钵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。傣民族逢年过节的时候，用来挡佛御佛之用。泼水节到来的时候，更会在银钵中盛满清水来洒向对方，象征着吉祥如意。现在哈尼小部向你展示的是银酒壶。哈尼族无论是哪个支系，都喜欢佩戴银饰品。通常喜欢的银饰主要有银币、银炮、银佩、银腰带、银手镯、银项圈等等。哈尼族他们的性格粗犷豪放、热情好客，接待贵宾都是以喝酒的形式，所以说银酒壶就是他们最钟爱的器具。在酒桌上使用银酒壶，不仅仅代表着对对方的尊重，也象征着自己的家族地位。现在姑娘向你展示的是银碗。银碗是西双版纳各少数民族的艺术精合生活用品，也经常的出现在各种宗教祭祀的活动上。银在佛语中意为稀，所以西双版纳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，家中都有摆放银碗的习俗，意思是稀世为银，心事为怀。也喜欢在银碗中装满清水，水为财之意，象征着招福聚财。
清澈温婉，探险的胆娇少女婀娜多姿，如同水的精灵。舒畅的笑声或者水声，定格于。今天晚上为你准备的超级歌舞秀《某阿那》系列演出到此全部结束，非常。